傳說中呢個維京戰士一個打10個，橋對面有幾十名嘅英軍，一個一個咁衝過嚟。呢名維京戰士賭上咗民族嘅尊嚴，斬完一個又一個，染紅咗成條河。呢場戰爭叫做史丹福橋之戰，係喺1000年前由北歐嘅維京同埋英格蘭圍繞住英國統治權而展開嘅一場史詩對決。今日嘅北歐，一個世界上最富裕、最安全、人類發展指數最高嘅地區，喺1000年前都仲只係一片荒蕪之地。北歐嘅氣候極度寒冷，為咗生存，身處北歐嘅維京人決意南下掠奪。今日就等我哋回顧一下維京同不列顛嘅呢段相愛相殺歷史故事。當東西歐已經進入咗文明社會，北歐喺嗰個時候都仲只係一個個部落。隨住人口嘅增長，可耕地唔夠，而且中世紀溫暖期令到本來冰封嘅北大西洋航道解凍，維京人航海南下揾新嘅資源。由公元8世紀去到11世紀，佢哋侵擾歐洲嘅沿海各地，包括法國嘅諾曼第、西西里島、拉脫維亞。而呢個時期就係歷史上嘅維京時代。英國自8世紀就一直俾維京人侵擾。英國對於維京人嘅第一次記載係公元789年，英國官員見到3艘嚟自北方嘅船，喺船上落嚟嘅人無論係衣着定係打扮都與眾不同。呢班人極之野蠻，一嚟就動武，斬死晒啲官員。另一次著名嘅襲擊就係793年嘅6月，維京人洗劫咗英格蘭東北部嘅修道院，而呢一班維京人所到嘅地方，佢哋都必定會大開殺戒。呢一個就係維京人嘅形象，係咪冇大家諗到咁有型有款？佢哋有一對藍色嘅眼，皮膚白，頭髮淺色，鬍鬚又多又密，而佢哋隻手呢，通常就會拎住斧頭、劍、圓盾，同埋戴住一個冇角嘅金屬頭盔。後世嘅人成日都會畫一個有角嘅頭盔俾佢哋，但係事實上佢哋嘅頭盔係冇角嘅。好多人會以為佢哋平時係咁樣英雄式嘅狂戰士，其實呢個只係後世人神話化咗佢哋。佢哋平時就只係個農夫，只係當佢哋出海掠奪嘅時候，就會帶埋自己嘅武器，就係咁簡單。喺中世紀嘅初期，英格蘭由7個唔同嘅國家統治，係英國版嘅戰國時代。但係大部分嘅國家之後都俾維京人蹂躪。865年，一支名為異教徒大軍嘅維京部隊登上咗英格蘭，佢哋好快就摧毀咗英格蘭唔同嘅國家，包括英格蘭北部嘅洛森布利亞、中部嘅密西亞，好快就得返威塞克斯呢個王國獨力支撐對付維京人。喺878年，威塞克斯嘅國王阿爾弗雷德就打退維京首領古斯倫，佢哋之間簽訂咗個協議，佢哋將英格蘭分為2個部分，西南部都係由返英格蘭人統治，而維京人就負責統治東北部。而維京人統治嘅呢個區域就叫做丹麥區。喺丹麥區入邊，英格蘭同維京嘅文化得以融合，形成咗今日嘅英格蘭文化。好似英文入邊，我哋成日都會見到好多北歐語言嘅影子，例如就係 sky 啦、law、take 呢一啲單字。英格蘭國王懺悔者愛德華喺死前冇留低任何嘅繼承人，咁佢死咗之後，維京人就認為自己有機可乘，就同英格蘭開展咗一場皇位繼承嘅爭奪戰。喺1066年嘅9月，挪威嘅國王哈特拉達就帶領住大概300艘船登陸咗英格蘭東北部。喺同年嘅9月20號爆發咗庫爾福德之戰，維京嘅軍隊成功擊敗咗北方嘅英國軍隊，約克城就被迫投降同埋歸降維京，維京先下一城。我哋再睇下呢一場皇位爭奪戰嘅陣營。喺英格蘭嗰邊，指揮官係哈羅德二世。愛德華死咗之後，佢就被推舉成為英國嘅國王，但係合法性受到質疑。英格蘭嘅兵力大概係7000至8000人。但係入邊好多都只係民兵，民兵嘅武器好參差嘅，通常就係得返啲農具啊、長矛啊同埋木盾。而維京呢邊呢，睇落個陣營就好抽好多啦。指揮嘅係挪威嘅國王哈拉爾哈特拉達，佢哋嘅兵力大概1萬人左右，主要就係維京重步兵同埋弓箭手組成。武器包括長斧，包括圓盾。維京大軍已經登上咗英格蘭，仲要打勝仗之後，哈羅德二世先收到有關嘅信息。當時英格蘭嘅軍隊一直都喺南部等待緊另一個入侵者，
就係嚟自法國嘅諾曼第公爵威廉，因為佢哋本身同維京士兵約好咗約克城入邊交換人質，哈羅德就決定即刻領軍去北上，殺佢哋一個措手不及。呢種愛國心切都產生咗軍事界嘅一個奇蹟，15日嘅路程，佢哋只係用咗短短4日就完成咗。喺9月20日，維京士兵行軍去到史丹福橋，佢哋今日比較 chill，因為佢哋啱啱大捷完，然之後知道英軍距離呢度仲有10幾日嘅路程，佢哋就卸下咗自己嘅裝甲，諗住喺橋嗰度休息下。突然之間，有啲人就見到啲英格蘭人就已經喺正橋嘅對面整裝待發，諗住衝過嚟。英軍直接壓過嚟，橋比較窄，佢哋一個一個咁衝過去，一個維京士兵守喺中間，就產生咗我哋開頭嗰一幕。佢拎住個斧頭係咁狂掃英軍，一個又一個，染紅晒成條橋同埋下面嘅河。但係維京人淨係顧住望前面嘅敵人，點知原來有啲英軍已經一早埋伏喺橋嘅下面，佢哋長槍一吉就將呢個狂戰士吉死咗。然之後後面嘅英軍就一擁而上，通過咗呢條橋，同維京人全面開戰。而挪威嘅國王哈拉爾，佢企喺最前線，指揮住士兵嘅一舉一動。可能係呢次戰事實在嚟得太突然，佢趕唔切戴翻住個頭盔，就俾突如其來嘅一支箭射死咗。失去咗主將嘅挪威就失去士氣，好快潰不成軍。有人俾人殺，有人俾人俘虜，亦都有人跑翻上船去匿埋。維京損失慘重，300幾艘船嚟，得翻20幾艘翻去。自此維京就失去咗對英格蘭嘅控制，亦都再冇佢哋登上英格蘭嘅記載，宣布維京時代嘅結束。但係維京人佢哋冇消失，佢哋之後慢慢融入翻歐洲唔同嘅民族，成為佢哋嘅一份子。英格蘭人最後尾都冇成為最終嘅贏家，因為英格蘭部隊喺呢一次戰爭入面損失慘重，佢哋冇辦法抵擋嚟自法國嘅諾曼第人。1個月後嘅黑斯廷斯之戰，英格蘭人慘敗，英格蘭就結束咗安格魯撒克遜時代。現代唔再有維京人，英格蘭人亦都唔需要再去防守，唔會再上演呢一種保家衛國嘅橋段。現代我哋都冇辦法再一睹維京人同埋英國人嘅呢一場史詩大戰。但係經過咗1000年嘅文化融合，維京同英格蘭嘅精神已經長存喺呢兩個國家嘅人心目中。就等我哋拭目以待，去期待呢一場由英格蘭同挪威所奉獻嘅世紀之戰。